Day trade 最大嘅障礙咧，唔係策略嘅複雜度。近日有觀眾 email 問到關於 YouTube 日策嘅問題，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去做日策，同埋做日策咧會唔會好複雜，好難去應付操作。事實上，真正做交易最複雜嘅咧，唔係策略嘅本身，而係人嘅自制能力。好多人只會去買股票，甚至乎係只係咁去買指數嘅 ETF，將呢一種方式咧視為投資，但心態上就期望住日日咁去升。市場一有風吹草動，心情咧就變得好忐忑。事實上，只係用咗投資嘅之名掩飾咗自己投機嘅想法。日策交易嘅好處係可以減少受消息嘅影響，專注日內純數字上嘅對壘。點解同一組嘅策略會有人賺錢，有人會係輸錢呢？最大嘅關鍵係使用者嘅自身取態，執行嗰陣唔外加自己嘅諗法，額外嘅貪婪同埋恐懼都係最大嘅內在影響。另一樣會多人忽視嘅係唔正面接受失敗。日策雖然專注喺點數嘅交易，降低消息資訊影響，但唔代表住唔出現虧損嘅機會。情緒好容易放大負面，有啲人會為咗想追回損失而產生操作失控，將原本佔少數嘅虧損記錄逐步擴大。我提供嘅日策之中，列明固定入市時間、明確嘅入市區間、清晰目標同埋止蝕位，而且仲清楚註明點樣嘅情況下咧係唔會執行策略，做到盈虧比例維持2.5:1或以上，達到長期正值增長，連續9年實證，只係收400蚊一個月。你覺得值唔值呢？